行政院长苏贞昌配合下午伫经济部长王美花、立委陈廷辉、甲市长黄伟綽等人的陪同，南下视察西市场古迹项目重现规划办理情形。透过文化甲经济发展局的简报，为了完整呈现西市场的过去风华，虽然古迹的修复已经完成，不过周边的街廓整建大约需要5000万，希望争取中央的补助。由于106年的时候，这个市场要改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市府已经承诺了，说摊贩先暂时搬离，让市府把这个改建做好，做完之后他们再搬回来。所以说文资委员会文化资产委员会也做了一些调整包括部位的部分。那后续由于这个市场必须是个，就是说因为已经有做承诺，它必须是个活的市场，所以后续有一些消防设施我们要再做，还有刚刚我们文化局跟市场处跟院长跟各位长官报告的，我们的那个这个后续的工程大概5800多万。那我们一定会努力来把这个做好，中央也期待中央能够支持。对于局处长完成的报告需要5000万，到市长最后确定要5800多万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，不管偌济，最后拢答应。不过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主治会要管理好。经济部长头家甲报告，讲拢总要5000万，不是小可钱呢，5000万。我刚刚听。讲咱比5890万，搁加出来，不过无要紧啦，若要互你就讲互你啦。但是市政府甲咱这主治会拢是人真贵这共个所在也要创好起来，我甲咱拜托一下，硬体起好啊，场面整理好啊，即摆以后而且拜托，互伊整齐有水准，互伊干净，人安尼看，讲单啊，有哪经营起来做一个款。透过中央甲地方的合作，目前西市场的主建物古迹修复已经伫今年的4月完成，未来争取5800多万，将改善国华街、侧边摊位市场铁图重建，以及周边街道的整建。希望会用个如期伫民国111年的年底进前来完工启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